来，今日人数济济，为我来。古早人看到白叫白蛇，看到乌的叫乌蛇。人讲长山出名好，台湾出毒蛇。台湾五毒蛇，饭时啊车尾胎，牛壳花百无啊十啊。今日掠两尾蛇来，小架家属掠来台。来哦，这条你甲看卖啊，百无啊家属啊。甲掠来台吼啊，两条火金甲交断，你来看卖，今日抬一尾蛇，甘着煞爱半点钟啊，都无咧钓边抬一尾蛇，搁爱半点钟呢，今日抬一尾蛇，前后后袂使超过2分钟啊，是安怎？若无这虎口伊甲你加落吼，或者仙丹苗又难得解救吼，哎哟啊，有毒是安怎个要食？哦，这叫做以毒攻毒，你听有无？以毒攻毒，要攻什么毒？食粉毒，食酒毒。你讲你无食粉无食酒，安尼你有喘气无？啊有吼，安尼咱即马 PM2.5吼，空气中的毒素，咱毋知要甲以毒攻毒，甲这毒素洗出来。你看人先斗两狗囥，想要坐，想要倒落都无想要爬起来。你一杯抓火食落，规工拢互你做有精神，赶暝工嘛袂花忝。家庭幸福美满快乐。